立委陈廷辉发起的顾台湾护民主飞飞铁马队，骑行台南37行政区超过260公里的铁马民主行动，伫完成37区民主机器5日来到台南28公园，宣布将南起北部，真正全国各罢免南委选区议员。飞飞铁马行，前进南委罢免区，大罢免，大成功 ，Go Go Go！ 端午3天连假，飞飞铁马队，我们集气37区的民主力量，然后呢，做了一个最完整的拼图，也就是台南民主力量的拼图，还有我们集结了39间公庙的香火，要为台湾祈福，所以我们未来要带领着我们这个台南民主力量的拼图，还有我们的所有公庙台湾祈福的一个香火，前进所有蓝委的罢免区。我们飞飞车队准备好了，我们飞飞铁马队准备好了。我们只要中选会公布所有罢免蓝委的选区，我们就马上安排所有的一个应援行程。而且大家知道，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吼，有可能在6月中一宣布了，中选会公布了，在咱7月底就要开始做这个投票。所以时间非常短，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变成是一个社会运动，那么就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力量集结。尤其这一次是要25%的投票率，而且还要同意罢免要大于不同意罢免。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228，这是一个民主圣地，228纪念公园，这是一个民主的力量、民主的圣地。希望把我们3天的一个成果报告以外，我们也会把这一股民主的力量往罢免蓝委的地方前进。陈廷辉表示，这座民主铁马行动不只是地方顺利，更是民意的凝固、民主信仰的实践。台南是众神之都，更是赖总统的政治故乡。飞飞铁马队在6月中旬左右，将真正罢免南委的选区议员，呼吁民众支持大罢免、大成功。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